新闻开始，咱来关心立法院伫今仔日要继续审国会改革法案。民间团体伫昨昏就串联北中南，要遍地开花，用这款形式来表达人民的声音。伫台南东门巴克里纪念教堂，昨暗就伫大礼拜堂举办活动，嘛声侪反对立法院扩权的民众去到位。有人是家己做标语、做看板，表达心声。我很热衷关心公共议题。所以才会想说，透过这次的参与，让我增进我对公共议题的了解。我自己要亲自去看，才能去了解说到底谁是对，谁是错。会不会回到戒严时期，很难说啊。因为今天如果一言不合，我们就被立法院的委员调去质询，这样不是很可怕吗？民间团体发起专台大串联，运动的名就号做“我藐视国会运动”。昨暗伫台南东门巴克里教堂有举办公民讲堂。因拢准备今仔日要伫立法院外口参加公民的抗争活动，反对国会滥权。真侪人有家己做道具、做标语来表达心声，更有人早10年前参加太阳花学运的时用的黄丝带，要搁一届反对立法院黑箱，要维护公民的权利。